從事銀行工作嘅40幾歲男士由太太陪同，今日嚟到我哋辦事處，想揾性價比高嘅隱形助聽器方案。原來男士有家族遺傳嘅聽力問題，佢媽媽嗰邊全部都有聽力問題。幫男士做聽力檢查，結果係左右耳中度弱聽，中音聽得差，所以聽人講嘢特別困難。男士原來用緊一對係深圳驗配2萬幾蚊嘅助聽器，效果一般，經常需要長途跋涉返深圳調校助聽器，非常麻煩。俾男士試用我哋公司嘅16通道 CIC Plus AI 專業隱形助聽器，外出試機。我哋公司嘅16通道 CIC Plus AI 專業隱形助聽器，噪音抑制效果理想，人聲清晰。男士決定購買我哋公司嘅16通道 CIC Plus AI 專業隱形助聽器。祝願男士在使用我哋嘅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解決佢工作上嘅煩惱，工作順利。